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伫咧东石湾仔的工作室做一个举办食鱼教育据点。工作室的铁啊，一款建材呢，去年因为这风台来害去，为了要征收一个空间，协会配合社区规划署的计划，举办铁啊建筑体验的工作坊，希望和民众来入捌到这传统设计的功夫。老师真心喜欢那个铁啊破开，向来上课的人解说这当中要注意的美感。乡村永续发展协会配合社区营造的规划课程，办理铁啊建筑的体验工作坊。真好耍啊！我专工听到有这个活动，例如工作坊有这个活动，我专工带囡仔为台北落来体验一个破茶，做一个较早这个渔民伫迄个无用的代志，真特殊，我感觉真好。今咱来体验就是体会到这种咱早前老一辈的先民所住的德工仔厝。安怎生产的，安怎做出来？上课的这个工作室是协会举办实地教育的所在，才因为去年风台的关系，和原本铁啊大个所在拢害去，为着上课环境的安全，社区规划署申请计划，甲征收甲课程甲做伙，后民众会当做伙来参与。拄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咱蔡英杰老师来遮甲咱协助，互咱遮在地这乡亲会当了解做铁啊。要安怎较早古早时代，这竹啊是安怎来制作这古早厝。像咱即马足侪拢是钢筋混凝土嘛吼，毋过咱足早的建材其实拢是对咱大自然的环境去取得的，吼取得之后要怎来去运用，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工艺的传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表示，社区的民众透过工作坊的课程，唔但会当来认捌这个工艺甲这项材料，嘛互这个所在伫征收了后，会当有更较侪活法的运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